1932年7月3日，第10届奥运伫美国洛杉矶举办，当时的台湾佫受到日本殖民。田径选手张成贤选以日本奥运国家队身份参加奥运，却是头一个参加奥运的台湾选手。张成贤头一摆参加奥运表现唔是真好，要不台湾光复后，张成贤变成田径委员会主委，培育杨传广、纪正等人，对台湾的田径有真大贡献。1993年，南非民主导师曼德拉来台湾访问，这时这世人头一摆嘛是唯一的一摆来台湾访问。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学到伊对人权、对台湾甲南非之间的邦谊所做的贡献。2001年，中度风台投资伫花莲秀果园起定量，因为伊的路线甲带来强风大雨，致使山洪爆发，甲土石流的灾情，所以就是伊重灾区的南投、台中、苗栗、嘉义等等，中建佫受到重伤。